墨西哥联邦法院的员工对昨开始无限期罢工，主要是要反对这民选法官掌握司法大权等等改革。不过，和因徛对头的总统欧布拉多就表示，这款本地高等法院的法官拢贪污，干那个这有钱有势的人，对人民根本就无要无紧。联邦法院的法官是做伙伫首都墨西哥城的圣拉扎罗立法宫外，甲标记举甲真悬，顶悬写讲咱是宪法的代言人。做法官毋是靠人气，白菜是讲煞卖，司法机关才实在。法院的员工甲几个出入口拢锁掉，表示讲总统欧布拉多提出的改革会威胁到因做工课的条件、福利和薪水，嘛互法官、法院的员工较早累积的经验和升迁制度拢乌有去。若真正互民选法官取代，到时真侪法官为着保因的工课，会去参加选举。La conclusión es llevémoslo a una elección popular. Eso es absurdo. No podríamos, en principio, no podríamos establecer que la elección popular. 欧布拉多和高等法院的法官是定冲突，法官会甲伊提倡议查落来。欧布拉多是定口说讲因拢贪污，敢若听有钱有势的人的话，我去做反体评。但伊政府嘛，甲真侪法定的案件黑白母才杀互法官。Nosotros estamos en contra de la corrupción y de los privilegios. Y hay corrupción y hay privilegios en el Poder Judicial y los trabajadores lo saben. 9月30就要卸任的欧布拉多，当拍白咧讲家己上尾一条政治遗产。这摆出手的改革是允准任何有法律的学位、有过几年律师经验的人，就会当当选法官。嘛，因为伊的国家复兴运动党伫最近的选举有优势，到时当选法官的人有可能会较活伊的继任者和政府。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。